来看今年第11号风台摩羯风台昨暗形成，气象署表示讲，目前一切路线是往广东的方向未入捌台湾。受到风台的沉降作用今仔台湾各地头天气是拢真热热。另外，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拜二到礼拜，台湾各地雨水量卖较高。 高温无云的天气，家伫路边的民众实在有够热。气象署表示，受到摩羯风台的沉降作用，台湾各地头的天气拢是高温热热，尤其是大台北地区上悬会来到37度。由于台风在我们的南方，所以台湾附近除了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这些外围环流遇到地形，可能也会有一些沉降作用，带来高温。除了高温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台湾各地头的天气未来嘛是真无稳定。拜二甲拜五，台北、中南部甲东半部会有短时间的阵雨。 从明天的晚上一直到接下来周三、周四，甚至到周五，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在东半部以及大台北、北海岸地区都要留意，可能会有间歇性的短暂阵雨出现。 因那摩羯风台未来路径变化，气象署表示，目前风台伫菲律宾附近的海面上向广东方向行，未直接影响台湾。不过，气象署提醒拜四了后，台湾海边会有长影发生，提醒民众莫去海边较安全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